来乡亲啊，咱就线来看，咱伫个南太平洋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4月24举办大选，进前就做过总理的苏加瓦瑞，过来当选总理。结果伊伫个接受访问的时阵，结出着震撼弹。伊讲新政府正咧考虑要甲台湾断交，要甲因上大的贸易国中国来建交。 总统蔡文今年3月出访南太3友邦海洋民主治理都无去所罗门，当时就听讲，甲所国外交关系无稳定，想要到澳洲人报就点名讲，顶个月所国大选苏加瓦瑞搁做总理，接受所国媒体访问时表示讲，新政府正在考虑甲台湾断交，甲所国最大贸易国中国建交。 所罗门群岛是台湾伫太平洋地区6个邦交国之一，为1983年建交到即马。蔡英文总统就任以后，捌去访问过。伫2017年，甲当时的总理苏加瓦瑞会面过，只是想袂到讲最近的转变，所国有意要挖这个最大的胜利伙伴中共。我在这边特别强调，就是我们跟所罗门的关系都一直在稳健的成长了啊。我们驻所罗门大使馆会持续跟。 所罗门政府还有特别相关的政要各个党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啊。因为所国顶个月大选并无单一政党接纳多数的席次，伊还是采取联名式的共组政府。苏加瓦瑞嘛伫访问中表示讲，这爱国家执政的联名讨论，外交部嘛强调讲，台湾甲所国关系真密切。所国主办的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，这个场馆嘛是由咱台湾人甲起的。 伫农业、医疗、卫生顶面有真侪计划，会继续拍拼维持两国的邦谊。